以赛亚书第11章第1节到第10节。第1节，对亚西的老树头画布影，对伊的根画发幼枝。上主的神要甲伊同在，就是予伊有智慧甲聪明的神，有计划甲能力的神，有知识甲敬畏上主的神。敬畏上主是伊所喜爱，伊袂照目睭所看来审判，嘛袂靠耳孔所听来判断。伊要用公义维护善食人，用公平保障互人看袂起的人。伊要用公正的裁决做滚讲迫害者，发命令处死邪恶的人。伊要用公义治理，用信实统治。豺狼甲绵羊会做伙大，豹甲山羊仔囝做伙困，牛仔囝甲狮仔囝斗阵食。细汉囡仔会做牧者看顾因，牛母甲雄母会做伙食，因的囝会做阵歇困。狮会亲像牛食草，食冷的婴仔会伫毒蛇的空喙佚佗，长年的囡仔会伸手入去毒蛇的手。伫我圣山的逐所在，一定无伤害，嘛无破坏，因为对上主的人物普及全地，亲像水充满大海。伫迄日，亚西的根会成做万民的大旗，徛在，万国拢会拥护伊，伊徛起的所在会充满阳光灿烂。